个去年7月，有一个铁路警察，嘛是去互精神有障碍的嫌犯抓刀来毒死，所以台铁马上就来规划，互列车长配挂防身的喷雾器。啊，若高铁是请武术的高手做随车的保全，来保护乘客甲列车长的安全。口罩记得要戴好哦。 轻声细碎提醒人起来挂嘴安，眼前这个保全人员其实有更较重要的任务。对着歹徒，随车保全会使压制眼前这个歹人，保护人客甲列车长安全。这阵高铁的新兵，大家功夫拢真好。以前曾在海军陆战队服役过，任职前有接受这个擒拿术的训练，以及爆裂物的识别认知。这支甩棍基本上。 除非必要，否则不使用，因为我们的原则是不伤害乘客。高铁随身的保全，拢有炸伸缩棍、防刺杀的架、防护包、甲防怪手笼。列车顶嘛有防卫更车甲盾牌，抑过藏伫倒位有偌济保全，高铁讲这是秘密。军或警的特勤、武术证照的合格的人员。 列车提升安全的方法，其实嘛因为这摆会教训。快有拿刀子来，进来，进来！去年7月7日，台铁发生铁路警察互人提台时的事件，互列车长安全有隐忧。10个月了后，台铁为今年5月15开始，互列车长选配水条型防身喷雾，经过教育训练，加强自身的防护，嘛保障人客安全。